要得到影片资料库，把关键字词贴到频道的社群，关键字词前面加井字哈。哦，你看 museum 博物馆哦，2368部影片的资料库目录，你看很专业的，没有其他的杂讯。Google 搜寻还有其他的广告杂讯呢。从 YouTube 频道的社群贴文，发布那个关键字词前面有加井字的哦。发布以后有超连结功能，点按超连结。有全世界丰富的资源。